就住檢視旅遊資源嘅生態旅遊嘅措施咧，或者政策咧，我就認為咧，我哋而家第一就係我哋西貢呢個四山之中嘅西貢島啦，除咗破邊洲之外咧，我睇到頭先局方就話會係引入翻我哋個預約實名制度嘅預約制度啦，咁我係表示歡迎嘅。咁最好咧，其實實名制登記咧最好有按金啦嚇。咁因為上次五一黃金週最高峰就5700人嘅，咁嗰度上東壩咧，我覺得都係適合做呢個人流管制。咁我想問個問題就係，除咗破邊洲之外，其他啲熱門景點，例如西灣、鹹田灣等，特別啲露營熱點，會否考慮納入埋預約制度？評估嗰個範圍嚇，遊客喜好咧，而家係轉得好快嘅。咁政府又會唔會喺嗰啲配套上同埋管理上跟得上咧？呢個問題第一個嚇。咁第二咧就係將呢個橋咀島東西側約63公頃嘅珊瑚區指定為海岸公園咧，並爭取喺2027年中前完成嗰個法定程序，我係表示認同嘅。咁但係咧，橋咀南北有一啲環團啦，佢哋認為咧就包括可能一部分嘅廈門灣一帶咧，佢哋都發現有啲遊客咧就破壞生態海洋嗰啲情況嘅。咁政府會否考慮將海岸公園劃大少少咧，令到即係橋咀洲嘅海域受到更完整嘅保護？咁第三個問題，我就係想查詢下，另外即係距離27年中完成個法定指定嘅程序啦，都尚有11黃金週一個真空期。咁請問喺法例生效之前呢，面對將嚟到嘅11黃金週旅遊嘅旺季啦，頭先局方講你有120人駐守啦，咁政府可否具體咁樣係處理呢個過渡期，加強個保護措施？例如我睇到萬宜灣、萬宜路呢，其實係單線啦，咁其實業界譬如無論係小巴或者的士業界，都希望擴闊嗰個路面嘅，即係因為嗰度唔係一個生態保護嘅一個萬宜路，我講係即係唔係我哋嘅國家地質公園嘅一部分嚟㗎嘛？咁會否做一啲改善同埋防止即係大堆嘅推行水上活動，例如獨木舟啊、浮潛啊，去破壞一啲踐踏一啲脆弱嘅珊瑚群啊？唔該，主席。好，局長。好多謝主席。咁咧就住嗰3點咧，即係我要簡單回應一下。第一咧就係即係嗰個按金制啦嚇。咁我哋備悉即係議員嘅意見啦，我哋即係帶翻去即係研究啦。咁而咧，因為咧我頭先都講啦，即係我哋已經係踏出第一步啦，所以咧我哋其實係會以試驗性質嘅。咁就喺即係由東壩上去觀景台咧嗰段咧，就係作為試點啦。至於咧日後咧，我哋會即係總結個經驗咧，再睇下會唔會擴展到去其他地點啦，例如咧議員咧提及嗰個地點，咁咧而議員咧亦都問啦，今次咧嗰個海岸公園即係橋咀海岸公園指定為海岸公園咧，就只係涵蓋咧係東西側嗰63公頃啦，咁樣就環團咧點解即係嗰個意見咧問咧就係話會唔會係包埋咧即係嗰個南北嗰個啦嚇，咁其實咧我哋咧指定咧即係地方咧作為咧海岸公園咧，我哋要考慮咧好多不同嘅因素嘅，即係包括咧佢嘅生態價值啦，佢面對嘅威脅啦，對於其他海上其他嘅使用者咧嘅影響啦，同埋咧社會接受程度。咁其實咧喺2025年年底咧，就漁護署咧亦都運用咧呢個水下嘅測繪科技啦，咁去掌握咧即係重要嘅生態地點嘅。咁而咧調查結果顯示咧，即係橋咀洲嘅東西兩側嘅珊瑚覆蓋率咧係高，同埋咧物種咧係豐富啦，係即係多種海洋生物咧嘅重要棲息地。而呢啲區域咧亦都即係面臨即係水上活動啊，或者即係其他活動咧嘅直接壓力啦，就急需要咧係法定保護同埋加強管理。咁咧我哋睇咧就係東部、東南部同埋北部咧。其實咧，佢嗰個嗰個珊瑚嘅分佈咧，其實佢面積較少，同埋咧比較零散咁分佈，就相對於
我哋所講咧東西面咧就嗰個珊瑚群落咧就冇咁有代表性啦。咁而咧而家我哋喺海岸公園咧即係涵蓋嘅範圍咧，即係建議嗰個範圍咧，其實咧就係橋咀洲嗰個海域咧係最重要咧嗰個珊瑚群落。咁所以咧我哋就希望咧就係藉住咧即係呢啲科學嘅數據啦，同埋咧達到我哋嗰個保育嘅目的啦，將嗰個範圍咧就涵蓋而家東部同埋西部，咁亦都咧希望咧將嗰個反對意見咧係減到最細嘅。咁嗱，因為咧我哋喺4月到5月咧，我哋其實係做緊諮詢，亦都聽到即係支持者聽到咧即係不同嘅意見啦。咁亦都有好多支持者咧係支持而家擬議範圍嘅。咁就希望咧我哋係平衡咧即係嘅做法啦，用務實嘅方式咧去處理。咁其實咧日後咧嗰個相關嘅地圖刊憲之後咧，公眾人士咧亦都有60日咧嘅查閱。咁到時咧亦都有機會咧係向我哋提交意見，然之後咧最終即係敲定個方案嚇。多謝佢啲回應。我諗就住方國珊議員頭先問嘅另外擴闊條路嗰個問題咧，係嚇嗱嗰個咧就其實咧我哋嗰條路咧係屬於水務署嘅。咁其實咧近年咧其實佢都就住咧可行嘅措施咧係做咗一少少嘅改善工程啦。咁但係咧你話要擴闊條路咧，就係可能咧又會需要影響即係有時要封閉有啲路啦，又要即係比較長時間啦，同埋嗰個資源啦，同埋嗰個可行性咧，就未必咧可以做到咧係擴闊條路。咁但係咧我哋咧都因為咧其實有好多個部門配合咧，都採取不同嘅措施咧。其實我哋睇翻過往黃金週嗰啲經驗咧，其實情況都係受控嘅。而政務司司長咧，每一次咧都會舉行咧跨部門嘅會議，去妥善即係去處理好即係嗰個問題啦。所以嚟緊嘅11黃金週咧，我哋即係政務司司長咧，亦都會舉行嗰個跨部門嘅會議。咁我哋會雖然咧未曾係做到立法嘅嗰個階段啦，係未人完成啦，但係咧都會有行政措施或者咧相關部門咧按佢哋嗰個職責範圍咧去配合有關嘅工作嚇。好。或者阿譚副秘書長有啲補充嚇。補充翻啦，剛才方國珊議員都有問到咧，就係喺橋咀劃定咗海岸公園之前，其實我哋點樣即係管理好個地方咧？我哋5·1嗰陣時，我哋同方國珊議員都去睇過。咁嗰一日嗰個黃金週，我哋做嘅所有管理措施咧，喺我哋劃定海岸公園之前咧，係會繼續進行嘅。咁所以呢一個，我哋上次見到5·1黃金週做嗰一套咧，其實都收到效果。在地嘅旅客咧，其實都聽話嘅。咁呢個我哋都會繼續去做。咁有需要加強嘅地方咧，我哋係會去嘅。係